歌，哎呀，是未记开歌，听着，欢迎，让个在的对来收听别人好见的节目。这个礼拜，我个在都对来讲几个故事。我的拜嘉宾这个礼拜是阿达，欢迎。sorry，未記佢哋麥個講佢知道。林白好死了。喲，阿咪來啊！那木那子有幾個數，唔是幾個數，係看名個數。看你叫嚟講，那木那子有大咗下，真冇看到那木那子。แล้วก็เจ้าที่名稱為酸咧，阿龍歡迎。Hello， 龍啊！嚇，聽到啲咩？阿龍歡迎。一做本成歸了。牙卡，攞你張牙卡起來。個我地都歡迎我地都。誒，你都冇聲 ，mute 掉。冇啊，我都冇 mute。哦 ，OK。แล้วก็我係後生的個歡迎。Hello，個阿照鬼阿涵。Hello，大家好。歡迎啦！一個有江湖鏡唔知對哪位？江湖鏡個冇地個，江湖鏡冇地，特別唔知走去大陸你唔注意上面。一起山坑燒嘢，係你手錶嗰樣成。傻坑笑就表起來，叫人拍車。個 clubhouse 入邊，誒你招人嚟咩 ？clubhouse 大頂是白青，歡迎白青。大家好。個有華亞玲，歡迎。大家好。我嘅時候比啷，我嘅時候會做啷 gas echo， 我 mixer 個比線。想換咗辦法啦！啊，這個禮拜咧，我未講幾個數啊，這個禮拜啷幾人個人係，一兩三四個啦，咁好驚個別嚟個嘛？其實 maybe 冇幾個數，咱就笑咯。來看看這禮拜成功講到幾個數，但係講到幾個數就是誒，個有安尼一人看Facebook 嘅朋友加YouTube 嘅朋友，歡迎來聽幾個數。這禮拜咧，我總有幾個數講，冇少打。天才啦！哦，你有啊，你有。但係你講嘅咩？但係你講嘅咩是 preview 呀？但係你講 preview。但係你講 something 古白鬼物件，你講咩？唔知咩？冇啊，我講咗咩？我就係開掉嘅時，你講一句唔知係咩物件嘛？我想這時候人 preview 你鬼個故事，會講我聽鬼個故事係咩？你講好食了。嚇好食了。哦，冇啦，即係實際我想別條愛講係咩？我愛做鬼嘢先講咩啊？嗱，這燒伊嘅山坑出來啊！這夠驚。所以一山坑燒嘅手錶唔是去看鬼。誒，綠鳥吹掉綠鳥。哦，對哦。冇咯。哦，嘅聲。嚟我有物件 share，對，你對講，我有物件講。你睇啲有，你慢慢笑我咯嚇。等，你説，係咪準備你會講成驚？冇啊！嚇，對，阿達講成，你可能講佢入邊。有啷想到物件咩梅啊，咁好驚啊！是阿達啊，物件是咧，實在 send message 啲，是咧到啲 YouTube 會看，是對 Facebook 會看，OK？我係是覺得啲啲啦。唔要緊。特別唔就係講你兩個咧唔就係了會，我 actually 我代會嗬，是嗰陣後邊，唔是講 exactly 啦，特別是嗰陣後邊代會嚟嘅 area 嚟。哦，係你啊？係你厝。特你別後邊是頭前。珍珠山邊啊，珍珠山邊啊。哦，OK。後邊是大地頭前嘅 from e description。好呀，大家好。我是大個阿妹位。哦，不會會啊，到底珍珠山到一邊。你哋迄種，你捌去過後邊厝無？捌。嚇，
伊就是安款嘅厝咯。哦，在山邊嘅厝啦。對嚇，對嚇。呢種一卡種三隻樓你看你啊。嚇，你要跳叮叮叮啊！喺度啲山邊。對。OK，你是大兵咩？呀，我係呢度啫，我就聽後者係講數時，我覺得伊個嚟大正。哦，阿龍都在大兵大灣路嘅哦。我仲捌伊嘅。當然知啦。捌到佢。嚇，你嗰邊冇啊？你嗰邊冇人成日有驚？阿龍你食咩才好料呢？哦 ，ice cream， 哦 ，OK， 你大。你厝嗰邊咪是唔是我這個是阿龍是講伊嘅厝是伊咪為接出口來，伊嘅島來嘅你貴嘅島誒。Yeah, I think terminal 接出嚟 terminal。And then actually 唔知啦，是有別門選過講，有選講過，咧我嘅厝喺你向山入邊，本是一個像路你看你演行過，所以啊，會常常嚇，會常常嚇，對，頂邊我正山頂邊啊，是一個特別講嘅咯。然後我聽過 history 是講啦，actually 啊，我珍珠山頂面嘅嘢特別講，對，伊the big area。哦 ，big area 特別講，我未記喎，成日有咧。特別伊是講個 big 咩？唔是講啲半叉並咩？伊是 big area 是講你有一個人俾你並厝嘅位啊 ，big 嘅。我你可以啊，你做咩？你蘇丹嘅厝邊啊？你啊，上次到路就對嚟咗，你講而家喺另外一邊落去嘅咗。嚇，對，我知。伊是第一關你咪是你蘇丹嘅厝哦，伊路。I think 有經過過啊，應該是。啊，當然伊蘇丹厝就是 dead end 嘅嘛，就彎到搭巴力嘛。你講普吉第一關？冇啦。第一關咧，你係去過嘅，伊有路去嘅。誒，我就估冇去啊，龍就我等於就能去。你未 memory 嘅 face 嘅啊？誒，特別冇喎，我會記講珍珠山啲去第一關嘅時，唔是第一關你唔是自己有隻炮帶咩？有吞去過嘅仲嚇有啊，嗰吞去過啊？有吞去過嘅，這是細漢嘅。有吞去過嘅。哦，你是講去，但係是講咱會使去甲去迄個炮台嘅嘢，伊隻關就要擺去對面，伊隻關係一隻 concrete 嘅厝嘅嘛。我就講明。你去大北港咧，伊有一個迄個山路嘅嘛。something 啦，山路嘅。你 after 去大北港哦，大北港邊有一個山路嘅，你有吞白去，會通去檳城 Hill 本呢。對。嚇，檳城 Hill？嚇，伊拉嗰個 connected 嘅，你會行去嘅。喂，珍珠山會去到檳城 Hill 咩？係啦，冇啦，你特別係去 other side 啦。I keep in here，你特別去 other side，但係是到大 college 也冇去邊嘅。係啦，邊度唔是珍珠山啊？冇上山。去邊是咩人 connect？未去啦，你去。冇。because 珍珠山哇海誒，你檳城 Hill 是到中位嘅。一個 hill 啦，係 separate hill 啦。我咧冇叫咗，而家真係咧我未記啦，人。阿姨搭迄邊中間嘅嚇，佢片是山嚟嘛，所以中間接起來伊會接過，你是講到珍珠山。特別我 imagine 我啲想啦，我等啲想珍珠山，但珍珠山是 surrounded by 無，伊是一粒山啊嘛，伊有接掉別個山，人其他咧愛。伊接有叫咩 Olivia， 所以有一個山叫 Olivia， 我係厝人甲我講嘅。Because all surrounding 嘅，咱會看到珍珠山嘛，是個淡水島關咧會看到珍珠山，然後到啲淡水母鴨會看到珍珠山，然後淡水母鴨嗰邊都 already wrap around 嘅山啦，冇可能會接掉嘅 ，maybe 頂到接啦。Actually，我想就係 actually 你會行，你但是講你坐巴行嘅話啦，你捌行過啊？啊，這個狗啊，這個細漢嘅。但比我聽佢人講有啦。哦 ，OK， 來，我當時 try 去看 Google Map 會看到伊個所在哦。冇 Hill 入呢度，入呢。
Bukit 你 basically a back 到去the other side which is the overlook 白吉地那邊啊，你本來水地路嗰邊邊嚇，喺邊對，你會看到嘅，你白過伊嗰啲沙巴，硬是佢帶伊沙巴啦。I don't know 有路無啦 ，I don't know I'm not sure。當咱看到這盤基山盤基山、青基山誒，青基山是這邊嗎？你山裏面，成基山，成基山就正，了有可能會接本咯嗬。你硬是，Pearl Hill 是就得咯。喺啲山路咯。Pearl Hill 是正嘅，Bukit Olivia 嗱，你講嘅，嚇，對啊。這是珍珠山是得咯。你做面仔我開咗。這Pearl Hill 正，你看到打 college 對，Pearl Hill 對，這裡山，你看到 Pearl Hill 北哦。That means 下咯嗱 ，Pearl Hill 北對。你若是講行，你行過迄個一過正嗱去 Bukit Olivia，加去到 Bukit Bendera 會去有喎，對喎，這下呢？我 all the while 想我這邊嗰啲 develop 嗰啲真未貴，你知道？特別真個山嗰度，真個路下面咯，伊人係個會曉吹路，哦，樣行咧山巴路誒，哦，行去白吉地，嗱白吉地啊，白吉地咧，佢哋啊，會通去白吉地下面嗰啲嚇，對。OK，是咯，等陣啊，我看人講特別講是得咯。特別講啲樓頂嘅嘛，佢哋達到會做嘅。自己拿，你看到，冇，你看你 on the right side top。對啊，這件是特別講，哦，而家你看到要行山路，個係行去搞嘅哦。I mean like 你看你成山路啦，特別這件是咩處咧？山路會通一車。這件是你講嘅係something like bungalow 你看你咯。唔是喎。嚇，應該是。你講嘅係達到嘅處，對，這是達到嘅處係有小水電嘅。嚇，對，達到嘅處係嚇。對。So why true is on the left side 嘅。唔是傻蛋咯，可能傻蛋嘅處。冇啦，做邊嘅達到係啦。哦。但係邊啊冇去嘅喎。冇你看到哦，你淡薄 zoom out 嘅時候，你看到有一個 faded 嘅 pathway 哦，但正啊。哦，所以玩車超，忽然之後 street view， 哇，有 street view 喎，特別講嘅攞 street view 你看。知道咯，就是你山路直接起來咧，哦，所以你去嘅咧，但我你講你達到嘅處是到啲這邊，即下，即達到處我會記。哦，這邊有來，我唔知。有攤住個路通起去。即叫做咩？珍珠山大白江。哦，我成個傻蛋嚟。OK，啦，當然行去。OK，等嚇。你講阿妹花車本件咧，我看過。呀，正嘅你，我唔阿妹花車本件咧，都唔知有後面咩條路咧。要你講你隻狗，你話你隻狗大兵。隻狗喺落地。你話隻貴是養狗直接背啊，隻驚人嘅。對。呢邊 street view 都係。哦，依特別講得射呢嚇。冇，你過自己個。哦，過自己個。接起了，如果 on the right side， on the right side。如果接起，我會 right side。on the right side。哦，我未去啊，我未去啊，應該 Google 應該是一舊喺邊啊，一轉到對啊，一部一去啊，應該是。哦 ，OK。所以這邊啊，這邊曬。黑掉落就是特別講。正是去特別講啊，哦，OK。特別講到 the right side。OK。then OK 嚟講到啲，所以當今我冇個 understand，我頭腦是想講。合併就是了咧，伊無會騰起嘅，原來是夠騰起個嘅。對。我這年無去珍珠山啊，老實講。真少人會曉去啦，因為伊是條路啊，兩項去，兩條路去嘅。了有嘅人用無面會曉啊，用或是，若是講用行的 other road 嘅話啦，用會感覺講家行咧，because 係 other road 伊無變成個路啊，呢嚇。對，伊成講你。個站嘅時啊，伊暗嘅咧，伊 street 咧叻嘅咧無嘅。
一邊個整緊啥厝呢？是唔係對，暗來嘅，係啲哦，暗來，啱來。係啲特別講暗，對。所以正第一關嘅 big 是 actually 是大白講嘅個 key 噶嘛，這是正 big 係好大白講嘅。你大白講嘅邊啊有樓梯過攤起嘅啊？了，即個係白白，究竟是唔是？但係我講嘅你拋大。但係坑地咯，係咪坑地對？係你坑地嚟。伊唔是有一個 concrete 嘅一個關樓，互你看樣拍箭嘅時用，攏知我講咩啊？我知。少有哦。後邊有講過，應該是多啲。伊條白樓梯起起嘅。係你冇清楚，係你我唔係只係淨係去跨過架路。我唔係去過真係關。阿龍咧，阿龍都冇去過哦。我冇去過有樓梯起嘅。你條白樓梯是很鐵白樓梯起起，แล้ว一樓卡是鋪卡樓呢？我同阿車去แล้ว落到短嚟呢，我唔敢落車。頂到 before 有迄個大島嘅厝嘅時候，你是起個迄邊，了你會一頭行過伊厝嗰邊，一頭會去看到。當今站個了所我未看到講伊嘅炮台是在你位啊，伊嘅即係 fort 呢，反後你去。應該是 enveloped by the forest by the trees。maybe enveloped by 站個了，當然你未看到。maybe 即白白就是 ，maybe 即白白就是。我問過我 sisters 有講過。講佢你冇聽過，你唔捌看過啊？冇啊，我是講但全部嗰陣係寫 story 呢哦。對啦，那個山嘅樹啊。山啦，山個鬼。OK， 即係 actually 我聽過老人嘅故事。我未記得一個老人甲我講過嘅 ，actually 我諗這條這個山啦，這個珍珠山啦，個當時啦，老人啦，actually 愛叫伊這個山叫做白雲山，你知道無？哦。人講 the original 白雲山，應該叫這個山。哦，because 即刻關嘅樹。我冇清楚啦 ，I don't think so 啦。But then after that somehow 因換名去，然後所變做佢 that side 講 the cemetery 是叫做白雲山 ，and then 就因所變做珍珠山。珍珠山對。但係後邊講係咪？我伊麥冇開。後邊人講話是我。冇。哦，伊冇講冇。OK。Then so 我諗到嚟整件事，真正一個數嘅本嚟啦。because especially mostly 是我小妹掉嘅 ，because 我小妹以前運氣較假，你看你啊，所以只任何一種嘅物件，去做人伊啊。especially 古早時，但如果唔知啦，古早時一直啲想何呢種物件做人你。然後伊有 share 過幾若行，伊掉過嘢是，所以有一道嘅是，伊心伊都厝嘅，然後伊都看電視機，then 無到第嘅是，伊聽到有像講老阿姨嘅聲，你就外口咯，嚇。口啊，到啲外口。無到外口，講話聲，講話聲對，因為伊都無是上濟濟，because 佢幫嘅時候，我嘅樓頂吼有一個海南姨大嘅，我實講有可能是伊啦，對，伊想講是伊想講伊甲伊孫講話係咪啊是係咪，然後伊都無插濟濟咯，然後咧伊都 because 伊真正 distracting 啦，伊都外口講話咧，伊個看電視機，然後伊個聽到 because 伊迄個。伊聲本接本嘛，然後伊就是聽嗰種，然後伊就是聽個阿哥，嚇，伊就想講哦，伊咪咪叫伊孫，如果伊孫是到後尾是查某孫嚟，對，所以叫阿哥，然後呢時候，伊不就聽到一句，伊就感覺講應該唔是了，伊聽到是講阿哥啊。你個係水爾咯，你 feel 伊是多我諗你每個口會伊聽到你，然後咧伊就這樣驚咧，伊就想伊妹妹走入去，伊撳電視機咯，伊妹妹走入去旁經邊了，然後伊就 call 伊嘅佢迄陣時嘅搭部朋友，叫伊妹妹起來，妹妹來伊厝，伊叫伊。
然後伊比較個伊房間啊，然後伊都直直踢入伊厝頂啊，如果拄好，古早伊房間是我把路嘅房間嚟，有哈，對，然後伊房間吼是一個厝頂嚟嗰度，拄好是厝頂了嘅，伊唔是講有就係講厝落或啥物了嘅，伊是厝頂嚟嘅，你踢入厝頂啊，成日有人都行路條，逼白，你看呢個。迄個是一條當然都冇聽過哦。哦，當然是無啦。你冇聽到必白？無啦，當然是無啦。嗰幫你是 actually，有捌看過成日講，迄種水命，唔是水命，是啥物啊？紅光啊，是玫瑰紅光。講即個咱個房間哦，即個向了迄邊嘅房間哦。紅水呢？對，伊看講迄厝，伊講actually是安尼看房間向了即個山嘅位啦，是好啊無好，查某是較好嘅。哦，是對查某無好。對，了成我小妹伊無suka來邊嘅嘛，伊suka這邊嘅房間啊，伊困啊，困幾難年本啊，一直佇後面嘅做人對，咧伊。講嘅一個是一個，一個是國家距離嘅個。伊是一頭看到物件。你小妹啊，到喺你房間。啊唔係鋪機房間㗎啦，落海㗎啦。真係嘅，感謝 Super Chat， 感謝見到，感謝。哎呦，死！大媽頂住你發個未記感謝人，佢哋地人嘅人，肯定，這句本這是這幾個事實吧 ？sorry，你 continue 講我 update 這 checklist 啊，喺電話就見到感謝，我諗到底是會等幾個事地人咧，是會好。對，咁樣都個幾個事是嚟嚟地嚟下咯。感謝。OK，then， OK，車件，嗰隻你直到是先。你講看到呀，是這間房間本啊？對，這間房間本。所以一困是迄種 double queen size bed 安尼款嘅。嚇，咧伊度困內邊 towards the wall 位嘅咯。然後 after that 邊啊都是門安尼款了嘛。so 嚇。了所伊困伊迄陣伊暝是會困嘅時，伊無佇啥半暝三更請起來，伊請起來咯，伊迄講成啊，伊無家己一人到房間啊款。伊想人有啲邊啊，上面啊感覺就冇有別人啦。伊困車款濛濛安尼款嘛，了所伊看伊影咧，伊看到個門迄邊個位，無迄位。成日有一個人徛了迄邊嗰邊，然後咧，伊度想講，伊困，伊想講，伊無咧困車咧，看物件無明啊，你問啲目睭隻，伊看啲目睭隻嘅，看啲目睭隻嘅，你個隻開目睭，冇咧，伊講看到係啲物件個，哎呦，死個啲個，然後所以伊度 confirm 咗，伊度講死咗啦，伊度迄邊心裡度想啦死咗啦，伊只講物件個再來啊，伊講想。然後咧，伊度邊面向壁咯，邊面向壁咯，想講 maybe 伊個位咯，然後伊度邊面向壁啫，然後伊邊面嚟 maybe for a few seconds 安尼款啦，然後咧伊度 try 邊度對去看到對呢個，然後伊邊度對去看嘅時啊，迄個物件做咩都知無？迄物件吼，都在兩層嘛，對無？嚇，然後迄個物件，伊吼，到啲門層邊啊，枯掉，門層嘅邊垮掉我小妹。shit！名稱卡，名稱邊啊？伊 right side left side。哦 shit！你說你都在迄個門層嘛？你看嘛？對冇？我卡邊。無，你看門層是有一個 level 加 A 嘛？You understand 咯？成日講我 let's say OK，成日 let's say 我徛了，我徛了，然後這裡的 table 嘛，有一個名稱頭嚇。然後所以吼，
伊本地是起了，安尼看你嘛。哈，然後伊做咩？我想問。看到意思。哟，伊壓落來。伊壓落來個文情先啊，被看了嗰啲。哟，你幾歲還是你小妹？我小妹迄陣時，伊有20幾歲啊，本咯。哟，你冇講啊？你有講哦？我小妹無講，伊是驚，特別伊袂想要講我隻名你看你。你伊會看到伊面咯，伊會人生啊，伊是大波雜波要講。伊看到伊講伊是係你大波囡仔嚟嘅。哦，囡仔是幾歲嘅？但是講伊個酷落來，伊是唔知。伊講看到人係咪都就成日係你住安尼係你。哎呦shit！ Oh my god！ 你冇，係你是係你查甫嚟。哦，對，係你講係你囡仔。喵嘅聲啊，嘢出佢開嘴嘅事嘅。伊講伊看到係你醫生係你囡仔，你講你嚇。住安係面是成5-6歲囡仔啦。應該就差不多，你看到伊 describe 到伊 describe 啦，然後伊就變過到伊去向邊，然後伊就 verbally 講出來咯。我困了嚇，你咪做人話嚇，你看到就嚇，然後你是伊就到啲 sense 過咯，伊走嚟背咯。你 feel 講伊成日步地去啊，伊變過去嚇，伊真係步地去咯。哦。嚇，所以我小妹伊古早係常常有。當今個看到。我小妹伊，我唔知哦，食久了食一年我無聽到。你無每看當今 still 會看到，你無甲你講嘅。Usually 啦，普通人啊，若是講伊會看到，安可能啊，伊是 forever 會看到嘅。I guess so 啦 ，maybe 有咧是伊會 shift form 咧，有時未看到啊，伊會成啊 feel 到啊，睇咩伊樣事。特別若是講你是細漢，就冇見啦，成5-6歲，你可能是看到你個無相啦，你但是20幾歲啊，就應該是看到過嘅。你或者每個月你都嚟講看伊 still 會看到物件，聽到物件。就我家己本身，嚟你本嚟啊？啲細物件，冇啦，我是 sense 到啦，未講看到啦。特別成日講細物件啦，我看到 physically 看到嘅事，成日講嗬，我都兩百看過哦。成日講話，咱去到啲成日 garden 或者係咩事啊，了無風無蝦米啊，因suddenly啊，有對，有一個葉到家己，安尼看，嚇，所以有幾難到嚟，我哋講，我看過，嚇，舊嘅看過，嚇，阿妹對，嚇，阿妹對那嘢事，了我無風無面，了就佢哋看到安尼看到就係。然後actually 無想到直接，然後嗰時我看過幾年嚟迄種鬼故事啊，迄種韓人講嘅鬼故事。然後伊是即個阿咪啊，伊講我到福丹位啊，你上班時啊，你看安怎行，安尼迄種葉啊，干那單一個葉呢，都搖來搖去啊，甲這時安尼物件都喺邊徛了。哦。佢有時我覺得好過嚟，我哋看，然後 OK 啦，你曉無你驚人啦，特別有一道嘅時候，我看到嘅時個較驚人。哇！等陣 pause，sorry， break out 啫，你笑掉啫。等你看嗱，直接大媽間學驚我講到，伊會看到佢哋間學，看到你曉搖穩嘛？我有看過幾道啦，所以我看到嘅哦是 OK 頭一道我看到是10幾年前Botanical Garden 快換了，9點幾9點有啊，我坐伫車了，我等了我朋友拖啊，然後我 just 加路行了坐了伫伊個迄個 Botanical Garden 迄條路北條咯。因為我看了係，我第個 garden 想叫 waterfall 啦 ，waterfall 明嘅咯，是 waterfall 啦。伊葉是大趴本啊，伊葉係，伊是想樹長位啊，哦，啥正濟葉嘛，特別伊是干那一長嘅，遐伊個葉啥咧，安尼款搖，無停嘅啦，安尼搖，安尼哦，正 consistent 嘅，對 consistent 嘅。
哦，你是唔是做？你是唔是做啊？即係講你是唔是講你做佢哋咩啊？咩 landscaping 係咩？是唔是你啊？古早有做過。你聽到 landscaping 我冇聽過，成講有咧，我想冇聽過，成講長啊，一些誒叮當本嘅話長，成個伊唔是。但係我就是看到嘅時候，我無驚，特別我奇怪，因為伊正 consistent。因為有風嚟講嘅伊是隔了搖嘅嘛，即係是干那有安尼款搖。我唔知講即係成個長嘅，成個長啦，成個做長嘅，成個唔知有啦，成個聽講即係特別未必只慢啦，我可能未得快點等。伊下咯，長是一定啊，特別伊人是講，你意思是講伊 grow 啊，伊 grow 嘅時伊是。特別無伊是，伊無伊唔是想講，你唔是你 timeless grow 嘅時，伊成個經就是講啊，我唔記啊，什麼都唔知，咱若是講再講安怎若是有出長嘅叮當話咪理由講嚟講嚟講 ，Hello 波咁叮夾好先嚇，我頂住話看到咧，3嚇長叮當啊！我住出邊嘅Botanical Garden 啊 ，OK， 我行過。OK， 我係見到我係鳥，我係鳥嚟吹我人，然後伊人是多不嚟位啊，我 suppose 去吹伊人啦，meet up again 啦。嗰時我見過嘅時，我看到我冇得話啦，我不過 maybe 20條，有伊貴嘅位啊，唔是隔了一個站咋，伊是一個站叫 Hosta， 我知 Hosta， 出站下底嘅位 ，OK， 出站下底位。佢哋曉個咧無曉啊，特別即個曉呢曉，伊看咧成個一個人啲大伊曉會啲背伊就係，伊就無停伊曉，伊就係伊就你係你手到伊咧曉會啲啊，你就嚟背起來咧。哦，成日你曉嘅那下那一類咧，出嚟個咧無曉。哦，有冇曉住呢？淡薄看唔到。我嗰陣咪叫我只 request 教好驚。你你是到底電話是 iPad 電話啊？你當劍？MacBook 哦 ，OK，so 嚇我講你會去看你嘅 MacBook 嘅 setting 嘅 ，because 我 try 看伊 noise cancellation 做你 environment 先較清喎。你去你 Zoom 會好，你去你 audio settings。audio settings 咁啫，無喎。Maybe OK， 依隻應該你是turn， I think 你嘅即 noise cancellation 冇 turn on 啊，係咪 maybe？ แล้ว你去 audio settings 位 ，then 你去 scroll down 或者 audio setting 嘅時候，你見講咪 noise suppression 啊，咪係呢？看到OK， 我去隨看。你其實買入邊嘅scroll 有隻 noise suppression 嘅，你去開。哦 ，maybe auto 啊，什麼意思？你 try 我俾 test 看看你嘅聲，伊個無刷嘅。我開我嘅紅線 full blast。特別唔要緊，伊 noise cancellation 真好誒，即係 Zoom 嘅。你去看，你 try 看啊！我去你看。Zoom setting， 即係對大家本好誒。然後我你看 audio， 正叫去你買 audio setting 嘅啊，audio setting 嘅啊，落來啲為正。audio profile 嘅位，伊係 zoom background，伊若是錄 medium 啦，什麼 low 啊，什麼 high 咧，使係 auto 啊，是 high 咧，就伊跟住出啲聲咧，變做，你 try 個下嘢。OK，嚟你去幫看啊！你頭先就是講嚇，你講曉叮當，你冇去 examine 啊？係咪冇去看嘅？你直頭冇，都 already 講。特別你 feel 到是成啊，我唔知 somehow 安怎我頭腦上講啊，這是成啊，唔是鬼，這成個是長 always 是做呢塊物件，我唔知，我 scientifically 我唔別記安怎啦。Maybe 特別有誒，我有啲看到的本地長啊，冇有啲咋，嚟伊邊啊，because 伊在嗰啲是上裝嘅嘛。就係一個 area 是上咗嘅咧，嗰一個 area 是上咗。佢哋你學生係學嘅咧，冇叮當，一嚟咧。阿漢你知咩阿漢？
filet o fish 好啊，好啊，你係咩？你係 auto 還是係 high？冇啊，我用 MacBook 嘅咯，我咪用Zoom 嘅，我用 MacBook 嘅，你邊個 setting 嗰對 MacBook 嘅？哦，你 setting 嘅，你用你 setting 嘅 noise cancel reduction 係咩嘢啊？MacBook 嗰個 speaker built in。特別冇，特別你調到啲特賣個，你調到啲特賣。特賣係咪？我係 Zoom background noise remover，OK，等於我 on 咯。當然是 browser built-in noise suppression。哦，你係勁嘅，แล้วZoom background noise remover。這 OK 啊，這。OK。แล้วZoom background noise remover 有好多勁，成個 medium 還是 auto 係咩啊？冇 automatically adjust noise suppression。OK，而家當然冇刷嘅先。OK。OK，好。但係是住人話，如果接來是住。哇！哦，對啦，鬥個。Then OK，但係住人講長有時，就講你冇看過嘛，咁驚。So 你講你 waterfall 邊 ，then 你講你但係笑到只，啊對我講未看你鳥，安怎？除掉冇除掉你鳥。哦，對。OK，這裡唔是 have to do with 鬼嘅啦，是講我 at time when it happened 嘅時候，我冇幾長，因為我冇 expect 到成日轉嚟 ，because what happened was 我係沒有翻去嘛，我轉嚟 from KL，then 我除咗 so 我 I think 我 last month 我有 share 我除個 midnight 嘅時我有落去你卡巴嘅 block 嘅去除嘛，then 除有除冇，我除正禮拜除冇啦。我除正禮拜除冇，所以除咗quite desperate 啦 ，desperate 有唔知 whether 是死嘅還是我諗唔知，是講我位 neighbor 是講有看到伊啲樓下 random 有看到伊，咁 OK 咯。Then OK，so 我嘅 friend 有介紹我，伊講why not 你用一個 way 啦，伊講你知迄個啥個pet whisperer 呢款，特別。伊個唔是 pet whisperer，因為伊係迄種成個psychic，成 psychic，我知psychic 特別甲 pet 講話，communicate 嘅人嘅。安尼款嘅物件，我 actually 我冇相信安尼款嘅物件，對我感覺到嚇 pet，如講人嘅 maybe 我會相信50%啦，but pet 嘅你去 justify 被 justify 掉嘅嘛。本啊，then，แล้วOK，แล้วone of that means 我直接瞄嘅啲 auntie 哦，我有考慮哦，因為我相信啦，真準啊！伊講因為伊講伊嘅90歲嘅時候，伊有去找一個安尼款嘅啥 psychic 安尼啦，連伊講你嘅狗 still 伊嘅手啊 still 佇你厝，因為伊真 miss you 係咪嗰啦？然後我講我咪有講，然後。因為伊講嘅特別啊，伊講迄個人嘅會 describe 咗伊嘅厝啦，that means 伊說厝伊嘅狗嘅目睭看到伊嘅所在啦。然後伊講我真正相信，因為伊講嘅伊嘅厝伊有在激化，伊講乜有人在，真少人在激化啲 balcony 嘛，伊講伊人會在，狗同佢坐啲 balcony 會逼我一個激化嘅狀係咪嘅？伊講真正準啊，所以我講 OK 咯 ，give it a try 咯。OK，so what happened was，我嘅 friend 對我找一間安尼款嘅啦，伊做安尼款嘅伊成個做 rescue 啊，做安尼款嘅物件。So 頭咧，伊講before we start here，伊講嘅我就愛加入一個 pet 嘅 approval，加一個 permission，看 whether 伊愛甲我。愛看，OK。伊唔是凊彩都會啦，係啦。If 伊買哩，我人袂 force 嘅。伊是係咩人嘅？伊是鄧人嘅，伊是偏靚嘅人嘅。OK。So OK，so 頭一項嘢就是伊講OK，so 伊 call 電話，伊講 OK 啊，伊講你沒有accept 成個我嘅communication。啲多，等陣啲多成時起招會唔會嘅？嚟。我就會講個唔係講先，我continue。OK。講你講 ，sorry， 我想你會問 something， 你講嘅 something。
So so what happened was so伊講伊 connect 了，伊講 so 頭嘅時，伊講嘅物件嘅咧，我是just 成日拉人咯，成日係伊講嘅物下面咯。這是你 neighbor 教介紹你還是朋友？我 another friend 介紹我。OK。so 伊頭講嘅，伊講你廟啊、當金啊啲basement 內邊，了我看到啥有 piping 下面安尼款嘅物件嘅了，我聽。我最主要講 basement 近啲有 piping 啦。特別你冇玫瑰伊就甲你講嘅咩？甲你講伊會看到咩？伊講看無日頭嘅暗嘅。the first 2 days 我是感覺到，哎呀，你講嘅物件咁樣，安尼 general 我咪有講。so OK，伊講安尼，so but that time 我人滿 desperate 啦嘛。OK 咯，你講下面咯，你講啦，講我咪去 F log 去吹咯。then 伊講物件嘅，我吹嘅了啦，我吹3嚟落嘅了，我吹無啊。OK，what happened was first or second night 我有去吹到我這裡 block 嘅 third floor 3樓嘅位有一個 couple 伊有飼6隻貓。OK， 一起6隻貓內面伊厝嘅。then 我就行到去伊 floor 嘅時， then 我看到伊無嘛，看吹無嘅貓嘛，我咪行 staircase 咯。3樓嘅位我有看到一個迄個貓嘅迄個 collar 我看到一個貓嘅 collar 綁了佇伊嘅迄個講人家手撳了嘅位handrail 入面。handrail 落推啦 ，OK。我看到一個，特別唔是擼嘅鳥啦。OK，that's why the thing become interesting。所以我看到 ，then 無事咯，我 just 行過。你無介紹啊？我無介紹，我行過。So every day 我過 ，because 我吹 for almost 10日啦，我10日，我影呢，我放工呢，我去吹。then 一講到得落，我就去吹啦，啥？我 feel 到啥一個工人啊，成日唔知 whether is 你講嘅時候，伊是你 already 甲伊 directly communicate， 還是 still through 你朋友甲你講伊看到咩物件？我 direct。伊甲你講嘅時候，做 WhatsApp 你還是拍電話時候做 ？WhatsApp OK。WhatsApp 有當時是call 去所處 WhatsApp 嘅 call 咯。OK，so 我同佢自行過。Then suddenly 伊就甲我講，伊講你嘅貓無佇迄個 basement 啊，因為我看到天，我看到一個，我看到迄個。Then 伊講有嘅物件maybe 是你嘅貓嘅 memory 啊，伊講。So 伊講我無 sure whether it is currently happening 還是明白。是講伊講你嘅貓有 allow 我接伊嘅。整個伊嘅 mind、伊嘅 memory 安尼款啦。Then 有顧正物件 OK 咯 ，maybe 是 generic，maybe is not 啦。伊講你貓嘅 reason 走出去is because 伊講你貓有坐佇 when 伊啲厝還未走嘅時啦，伊有坐佇你嘅 front 嘅 gate 嘅位了伊有看到老狗，了伊講伊愛甲老狗佚佗。So that's why 伊愛走落去啦。吹老狗，then 我 just 聽OK 咯 ，maybe coincident 咯，你在這個 area maybe 有看到老狗 ，OK 咯，所以我你哋俾計講你厝到倒落去伊在講你厝到倒落去我冇計講。但係是看到老狗是 ，I mean 你冇可能講凊彩人大倒落大啲浪尾，係特別凊彩冇去看到老狗嘛，有當時。浪尾老狗有啊！等下愛淡老狗 ，Georgetown 啊，到底 Georgetown 啦。then was after that 我們 again 我感覺哎呀真 generic 啦，這物件對。了過咗第3節、第4節嘅時候，我對大節過我過我do every time 我過我看迄個講迄個綁佇迄個 cat 嘅 collar 綁佇迄個railing 嘅位。咁我看我大刀就講奇怪，迄奇怪，大節 just 安尼款嘅。OK， 來到one evening 我有甲 another block 嘅一個 auntie 講話，伊 auntie 無看過我貓嘛，伊講我有看到隻烏貓啊。
肥肥啊，唔知是唔是類喵嚟，無咪驚人嘅咧。我講很多外喵，然後我就問我講，伊個 colour 是唔是關 orange？因為伊是黑喵，但我可以 check 一個 bright orange 嘅玲瓏啊，迄個伊個 colour 嘛。伊講，然後這個 auntie 就甲我講，伊講無啊，伊無穿 colour。哦，所以我講無穿 colour 唔是啊，我只係講我真 confident 嘅無穿 colour 唔是啊。OK，所以貴咯。OK， so 過啊 almost 1 week 啦，過啊 almost 1 week 一間人咧，甲我講啥間 psychic 嘅款嘅咧，伊就講this will be the last time 我 help you 啊 ，because I hope you understand 你講我有真濟人 also in waiting list 等了我 help， 所以講要 focus 我 energy 喺個時，所以我講 OK， 我 understand 呢個，所以我講你好我係 tips 嘅哦。我會 continue 吹啊，你看物嘢哦。So before we lock off 嘅時候，我就甲伊講，我講，我嘅貓啊，有人看到隻貓啊，我嘅 neighbor 啊，安尼甲伊講，我講，我甲伊講唔是咯，因為我嘅貓穿了是 orange 嘅迄個 colour 嘅嘛。Then 很人嘅哦，伊就甲我講咩啊？伊講，無哦，伊講我 all the while 甲你貓，我看到你貓啦，是你貓無穿 colour。OK， 所以伊講伊無穿 colour， 伊講我真正 sure 伊無穿 colour。OK， so 我就 that day 我就甲我 friend 食飯，伊會出食飯啊哦。介紹你係先，介紹你一個 psychic 嘅嚇。我甲伊食飯啊哦，然後 suddenly 啊，我想到 something 啊。然後我 friend 本是 the same time 想到 something 啊。伊講 ，Oh my God！ 伊講，你袂記啊？伊講，我早一禮拜前哦，我有買一個新嘅 colour 互你貓 ，because 你嘅貓嘅迄個 colour 舊啊，我頭食伊個我頭掂落面啊，走落去3樓嘅。等走去3樓看迄個 colour 哦，我每時一個 colour，伊講是咯，是一個有一新嘅 colour 啊，這是對，迄個新嘅 colour，then。伊就舉伊個 phone 出來看，講嗱是伊個 colour 啦，因為伊 after 改穿啊，一個翕相影哦。我就講嘅啊，但係 Oh my God， 我行過安尼坐到啊，原來迄個是我貓嘅 colour， 我家己都無 realize， 因為 all the years 伊是穿咗 orange 嘛。哦，你袂記講伊穿咗 orange， 你 recollection 是伊穿咗 orange， 你無曉得佢是伊嘅。哦，我到suddenly無幾長啊，因為但係啲人甲我講嘅物件，我就話別困咯，因為伊講我真 confident 對貓無穿了 colour， 伊講 ，then 我 immediately call 伊，我 call 伊，我講我嘅貓安怎，伊講 OK， 伊講我會看到嘅物件，伊講啊，當今對貓真正 safe， 真正 comfortable。哦。伊講對貓是 in one of the units，but 伊講我唔知㗎咧 ，it could not be Mavistar 我大位 ，maybe。哦，特別伊唔是直接獨啲外口野掉，很走啦，是有人摕入去嘅，可能啦。伊講有人看到了，伊講對貓咧就頭去換一間人 ，maybe 伊講養有緣咯，伊講 maybe 有緣。一間人對厝啊，因為伊 describe 伊嘅厝互我知啦，講伊嘅厝是安怎，然後伊厝內面有一隻貓。然後伊嘅 front gate 是安怎？然後伊甲我講，伊講你 focus 去找一個 front gate 安尼款嘅啦，特別對我 sadly 我 not able to 找到啦。but the very last time 我甲伊講係是你，伊甲我講啦，伊講對貓 is very contented, very happy， 伊有 miss you， 特別伊講伊本成個。按照講，一般袂曉對來咧，伊講，但伊講伊是真正 in a very safe environment。哦，你想個幫時冇人聽到那款，你無想講 in harm's way 係什麼意思？成個往時有個人成 maybe 飼養鳥嘅人看到，安怎只碰見掉隻鳥咧，伊帶對厝那款的啦。你無 microchip 嘅嗬？我並無想拍。狗有 microchip，哦，你鳥無 OK。我狗。Oh, wow. So one is story of course, it is any ghost story, but to one the last moment, I come up, oh my God, that means maybe this person is telling the truth 啦。就講這個 caller 嘅事咯。
你就包紅包可以，你可能物件，可能啊，就請伊。要看 session 係咪？有一個 small fee，but 伊是一刀呢，but 迄個是我 friend 號，我會幾類，應該是 maybe 8塊。幾百100塊，OK。特別幾耐 session 啦，唔是講伊是一刀每年。I think for the first 5 days, every day 有2-3刀咁啦，一直 add。一直伊成日，伊唔是講成日 anytime 愛看就看，伊是伊來，伊成日有冇，伊是 connect 到時間同你講啊。伊講伊嘅 vision 是真係 random 嘅，伊講伊愛 focus 裏面哦，真係 focus 要 tap into。未怪，伊未成，伊成日講伊特別，伊未成直直 continue 直對調，你被 focus energy on 別人個。So maybe I don't know 啦 ，maybe 嘅 1-2 weeks 我會叫伊 try to tap in 看講我係安怎啊 ？I mean，but the last time 伊是講一個你放心，伊講she's very safe 啦，伊啲厝裏邊同伊 rest 了，伊也做了下面，伊 also anyway。所以要甲你講，伊 describe 同你講，佢一間厝嘅大門是安怎嘅啦？有，互我知 exactly 安怎嘅，but。我這邊馬來西亞就有4個間 ，so what I did was because that time 是because that time 我頭冇做工，用 daytime 啊去找啊 ，so 我嘅時候我 just 係迄個flyer 啊 ，with 啲 photo 嘅，是講冇人 call 到我咯 ，so 佢依家有可能唔是到底馬來西亞本啊，有可能，即係有人找到了。可以 friend 講愛鳥啊，是曬樣鳥嘅，伊可嘅朋友有可能揾。possible，還是 maybe。做咩數伊嘅臉會到底喺你樓梯位啲 ？No， 我唔知。啊是有可能，伊樣成講都隨都無法度安怎去吹啊，所以偷掉佢哋行掉下邊，所以 at least 伊 maybe 到下邊嘅 spot 嚟吹到伊嘅，所以偷掉下邊 at least budget 就伊 owner 過來時 at least 成個路呢去看到。伊嘅臉，特別好個就係，但是你唔會喺你人，可能你冇想到講，這裡是伊嘅臉，本來你是當做成8隻鳥嘅臉咧。我唔知咯，但我知是講同佢們過啊，真久本嚟啦。特別頂個節你講嘅時候，你甲我講嘅時，你嗰啲吹掉噶嘛？還是一般你甲他唔見呀？還是你已經梅過這個賽擊嘅？但係阿梅過。哦。啊！啲你實是巴魯甲，我講你實是巴魯甲，伊巴魯甲拍唔見啊，唔知幾節呢？巴魯炸開是幾時呢？喏，伊翻去 because 我對嚟 on Tuesday，佢 realize 係翻去嘛，所以 Tuesday 咯，你要亂做 recording 是快樂嘛。哦 ，OK。So 我 every night 落去嘅 app 咯，所以我講嘛，我行到馬嘢啊，冇幾場冇嘢啊，變到成關係啊。變到，但你 mission 個冇上係事，你就你 mission 是為咗要隨你鳥，你冇 focus on 你物件。你愛隨所，哎呀 ，whatever comes 啦，我冇關啦 ，because 就迄種嗰啥，你 feel 到講你會 fear，你 overcome 你會 fear，because 你 just 愛賭裏面。迄種。明白，我了解。哎呦，你特別來我 anniversary 啦，I think 這一人會賭你啊，咁好驚。我是個路人，我是到底半山嚟賭到你誒。好，哈，嗱時好，我只幾半。你consider 嚟啊！我嘅我試過揸邊嘅，係普基幾半，係我哋都嚟。我俾我唱歌都同埋即係驚講嘅 ，because last time when 我係搞碰見嘅時，我係搞咪是特登為我是先落去 KL 咧，是落去第一次咧，阿妹睇一出去啊，冇對嘢啊，做對是冇對嘢啦，所以我係都好為 KL 嚟落呢，我 KL 嚟落是 actually animal rescuer 嚟，所以伊就介紹我一個。即係唔叫 pet communicator，but it function exactly like 一個 psychic 好嘅，所以伊是 just 我 call 你 call 你查某咧是，我 just 甲伊講我要找我嘅狗 ，and 即我 call 你查某是 based in 蘇邦嘅咯，OK 唔是 based in Penang 嘅，所以 based in 蘇邦嘅，但係我甲伊講我要我嘅狗碰見啦，咩，咧是咧伊就講，咧伊講我看到講你狗是到底 somewhere 遮濟迄個 signboard 嘅位，然後就。Because immediately when 我搞碰見嘅時，我有啲行出去大咧，我有
我有多一個 WhatsApp group for animal rescuer 嘅，嗰時我啲 post 出去啊，我 post 到 Facebook 咁樣然後someone 講我覺得你搞到我這邊啦嚇 somewhere else 啦 but another condo 位嚇，但係你咧隻 animal rescue 就講你搞呢就是大 somewhere 有隻sign，你如果你搞個是 alive 咯，because 有時我搞真正老啊，差不多要斷啊，แล้ว anyway so แล้ว then ว่าตัวใหญ่ตัวเป็นไงสิว่ามาคิดช่วยแล้วช่วยก็ you know ว่าจะ area เลยคอนโด啦 shop house 啦มีก็ช่วยไม่สิเนี่ยไม่สิช่วยบ่โอเคฮะ but 依這類即 communicator นี่อีสิบ่สิว่าลุย啦 because อีบัดไว้อีกับไว้ landlord สิก็โหยมา so อีก็สิ ทำไมยาก among animal recently เหรอรู้ recently 冇啦，你隻股就大 K 隻股咩？我當然係啲堆人嚟噶嘛。啊，你學呢堆嚟啊？哦，是啊，嗱我都唔知，我成日都話你去 K 話你咁唔知哪年呢？可能哪10年呢？對，話堆人啊，全是堆人啊。哦，OK，所以你是大啲 KL 時。你搞拍唔到啦，對，係咪咧？意思是可以出去幫細少咧，伊有幾多嘢，all the her life 伊嚟翻做啦，你即係佢就說你冇嘢十萬件啊，嚇，所以communicate 你成講你是應用嘅時候。死去啊！伊樣嘅知哦，伊甲你講伊嘅 battery 無啊，啥物伊知講，你甲我講是 alive， 哦 ，OK， 你甲我講是 alive，然後 after that I think maybe about 一個月之後咧是，然後我就去吹，我一個 friend 呢一做 tarot card reader 嚟，嚇，所以咧我甲伊講，你會使check 好啊 ，I just want a closure 啦。you know 我咪講對啲時候講，is still alive แล้วอีมาต่อขวาแต่ละกัดรู้เลยก็บอกเลยก็ไอ้ที่สีแล้ว pass on แล้วล่ะ in another universe แล้วอีกก็ she's happy she's เจ้าอย่างที่講เราจะไป講好啦，安心嘅呢所以我嚟講 she's happy in her say you know and she 冇破病แล้วno longer冇 suffer ก็เผื่อ suffering นะครับแล้ว anyway for การคุกกี้นี่สิก็ว่าไปการรู้ก็การแก้กูเดียว有啲個但係 camera 對起啊，有啲嗱有啲有啲看到伊嗱正嗱OK 我陪你看但是個如果ไอ้นี่ว่าหมวยว่าเลย animal rescuer group OK 講看ก็ยังสิยัง有 spot 掉嘅個有人看到會使，係so you just เขาว่า I mean I'm sure you some description or something มาแต่ you prepare 掉 you just send เขาว่าได้ แล้วอี post 啲 group 啦我 send to you ว่า WhatsApp group 我 send 我嘅 contact number 啲 chat 好咯，人會使 keep in touch OK，แล้วอีกหลายจากอีก我看了剛好嘅啦，反正你咁樣出名我啲多啊，能夠俾個人翕相影啊，加這個剛好嘅翕相影，一個就貴嘅事，咱就要 set up 一個貴嘅 station， 這 section 是看貴嘅，拜個，咱講一個貴 episode 到底嚟 session 嚟anyway，OK，so。但嘛 ，OK，咱講啊，特別嗰一個，咱 before 咱到底去搭嘅時候，第個講有一個我想到講，但嘛，搭講會想到一個故事。有一個是差不多像啊，但嘛搭講就是迄時是本是細學啦，咱是去雲頂，拄好是雲頂，甲親戚甲了，แล้ว雲頂嘅旁經路人嘛，知有真細經嘅嘛。雲頂正距離有呢，正距離嘅，所以迄時，แล้ว迄時哦，
嘛日旁經咯，我甲我係江南人嘅，因為我係媽人去博繳啊，所以我甲我係江南人嘅。所以入去嘅旁經嘛，然後如果人去過雲頂嘅，如果嘛知個旁經每甲有一個窗仔嘛，對。然後窗仔你開了，你看去就是黑黑個了，無物件。等陣，你住嘅是舊嘅，或是舊嘅新嘅袂曉，應該是舊啦，舊嘅啦。伊是 under the 佢哋講伊雲頂嘅 logo，迄邊係咧都是舊嘅 hotel 咯。我袂曉分，你講Tunnel咯，Tunnel bus 停嘅位啊。Tunnel bus 停嘅位，哦，安尼應該是舊嘅啊，應該是舊嘅舊吼，毋知啦，我會記是7樓啦，我大嘅房間是7樓，OK，then 迄時到雲頂嘛，然後我本無物件做，咱迄時我去雲頂嘅時，雲頂嗰啲11還是12歲嘅時啊，小學嘅時啊，然後古本啦嚇，古本不過我真係會記，因為迄個鬼嘅面我個會記。呀，你看到鬼個？哎呦，佢看到鬼個啊！哎呦，真記哩。哎呦，我唔敢 show 啦，因為係咪陸小英啊？無，伊嘅面甲即個小英像。哦，做咩事唔敢 show？因為我 traumatise 咗，我 traumatise 咗。哦，你把隻夾好還是拎啊？然後我去看，按照你除掉咩？你是 internet 除掉嚇？無，因為我甲我朋友講 ，OK，我對來我朋友 share 嘛，我講哇，這鬼嘅面安怎，然後伊就吹，伊講無，伊就吹咯，伊就吹講是毋是像安尼看？我講安怎安尼像嘅？呀，搞啦，我把這你是你叫我另外看。我特意 check 了，你家己知。哦，OK，我當然使 search 下。哦，OK，我看到。我咪看你鬼嘅面啦，OK，你講。所以情形上嚟看，你講了我較人看。哈，情形上嚟看書去到嘛，然後人個細漢嘛 explore 咯，哇，頭一道嚟雲頂，伊個 hotel 個安尼世間啊無物件看啊嘛，咪講去開窗啊，毋知外口是咩物件嘛，開窗啊，我行，我去個窗啊，啊未開呢，有風險有一個白影，安尼款縮起。咦，起對面先啊？誒不，落來縮落來。哦，使人跳樓那款啊？對。喲 shit，我想講，我囡仔人嘛，哪會知講跳樓係咪鬼？然後我就嘛想講，係咪樹頂樓頂嘅人是物件加啦，或者係咩？然後我慢慢去想安尼坐，都風險安尼，鬼啊！你看落來，真係咩落來？哦，即影到底窗仔外口覆，對，白色嘅影，真係明顯嘅白色，都風險縮落來，然後我就對成日慢慢看窗仔，我咪關嚟坐，然後唔係佢。迄時本阿妹啊嘛，所以混咯，了，因為我上啊是4個人佇旁邊，所以迄時是我甲我嘅江南人佇旁邊，了我困嘅位是困角嘅位，眠床嘅角嘅位嘛，了伊是阿妹哦，了阿妹就直直感覺講有人摸我嘅骹，你知？有人幫我嘅骹，了我嘛感覺講，蝦米事有人幫我嘅骹，是毋是我嘅公幫我嘅骹，是蝦米人幫我嘅骹？我嘛慢慢起，我目睭開淡薄啦，目睭起來嘛開淡薄，然後邊去邊仔看，我甲你講，迄個面就是目睭金金，然後面伊是笑掉，安尼款看掉我嘅，你當今會使 show 迄個小影互人看。OK，真正記哩。等陣啊！我當我去 Google 啦。我咁樣放嗰啲 sound effect 上，佢唔使得放喎。我本 Google 了，我本 Google 講真嘅。安尼，你無，即個個無安尼記哩個啊 ，John。嚇，個發你啊？伊個目睭 iris 無安尼大，伊目睭 iris 係點點兩點安尼，白然後點點兩點安尼款嘅，我唔敢看歹勢。哦，你 imagine 這裡嚇，你 imagine 啦，你目睭天金啦吼，呢吼，你會變
你的面床的边啊有一个哟人的shit！我講死我老細老舅個了出來啊！對，貼甲我來，你就貼甲我的面。OK 啊，冇啊 ，OK。都貼甲我，你目睭一間嘅，你一邊啊，你看。喲，面對面啊！對，然後我規個人跳起來，我係卡過去踢咗我係媽嘅頭。然後伊本起來，伊講還沒數，然後我就直直跑，因為我有陣時掉菜嘅掉啊，我規個面白去咗，掉菜嘅我規個面白去，然後一時未講話，我規個人是規人硬去，規人降去嚇，然後我就直直記迄邊，我講迄邊，我媽就講無應該是有事啊，然後到厝內嘅時嘛。看病下面嘛是去找迄個講嚇，然後伊講咗做掉咯。然後我有捌，我媽有甲我講，伊講我古早細細漢嘅時，伊人本有去過雲頂，然後迄時陣是我本2-3歲咧。伊講一下到迄個大門呢，我就直直跑袂停啊，然後發燒發到誠力，所以伊人袂去，就直頭變來我是完全毋知。然後微是。找翁公嘛，然後翁公就講，伊直直對了我誒。呀！然後我較記哩物件是叫三日前，我古在忘掉。今日啦，當我哋讀的三日前啊，忘掉只看這 Jeff the Killer 啊，伊就是。Pookie 嘛 Jeff。然後我忘掉我物件，我甲我朋友拍拖。嚇！伊坐伫我對面。有一個交椅，然後講風險，一個人行出來，伊個頭扁過來，就是伊個面。我半暝2:08字，我規個人跳起來。哦，你請起來，你看到當時但所以你剛才2:08字。對，未困，然後我早起我未困了。哦，你而家 traumatized，但面是你 traumatized 誒，你係這年哦。對，你想下一個面貼間嘅我個安尼記哩嘅面。貼定嚟，我個幫路嗰種。你知伊是打波還是雜波啊？你 feel 到？你唔知？應該是打波。哦，打波，我 feel 到是打波。OK。然後直幫我嘅卡，然後卡感覺我尿誒，蝦米事？你卡是倒落卡底還是卡倒落伊卡板還是倒落你腳？你知啊？卡碗是倒落呀？這裡卡，好再來，正簽呢個位啊，哦這邊哦 ankle 呀 ，ankle，哦 ankle 叫卡碗搞個俾死啊嚕，應該是叫卡碗啊，別記啊，這邊就對啊，唔是卡碗咩？卡碗啊，唔知，我往厝叫卡碗這邊啊 ，sorry 咧，這邊叫卡麥，你問你媽？卡麥啊。哦，卡北係卡北係是叫卡北，我未曉本啊。阿龍，跟我看阿龍困起啊，未阿龍？阿龍困咗啦，你快拿多條嘢。阿龍，但我都唔是要困啫咩？阿龍啊，你唔是要困啫咩？但我是唔知人啦。你冇聽到人，我咧就冇插人啊！阿龍，你聽到話，但是你聽到話，你手舉起來啫。你聽到話，哎呀，死卡穿個出來，哎呦！我才有陳德狂，哎呀，卡穿個出來，就是那看阿龍，這是，伊是，伊未聽到人啊，阿龍你聽到話手舉起來，未啊，未聽到人。困咗，佢哋困實佢咗，困實佢啊，然後 OK，so then 你咋你那個人講過告訴你冇想到這告訴咩？特間我應該是驚了，我想意思你成時對我 pushback 嘅那個你咪去想嘅啦。然後 purposely 吸實佢這個 incident。對，然後我有一站是我連張英我唔敢一人。哦，因為。真係 traumatizing。哎呀，即係啦，咪，我前面叫佢講，特別咪講。
講嚟唔要緊咧。哎呀，冇，我是咪衝電嘅喎？係啊。講嚟，點解講嚟？你就諗洗頭冇事，咪照冚嘅事，洗頭冇事啊！你唔冚咪照事。你冚一陣佢咪照。我講埋講咧，咪直接叫我講嘅。阿 John，你個會記比娃娃，但不是你個 suka panggil siang jam siang ho。itu pun suka makan kok wah wah，個會makan wah雞巴。一陣啦，佢咪照。係咧，確掉。不貴啊，不貴。我捌聽老人講，殺叔拄着貴啦，你係賣臭話。嚇，對，你鹹，你賣臭話 actually 是，伊唔是講賣臭話伊字咗，你賣臭話是鹹意思是嚇，你講嚇，你講咩？我早啊，捌賣一道我感覺好料，佢拍魚啊，做咩做？本是 botanical garden， 然後我感覺迄邊真係濟樹 botanical garden， 本常就是一大沙去到迄邊，對，你去到迄邊有夠以後你坐嘛，我唔是才就坐到迄邊啊，我你幾歲？行個咪，細本是細屋啦，細屋，然後嘛是坐伫迄邊時咯，坐到迄邊啦，迄個芒古頂邊，穿了嘛坐頂邊咯，然後迄時本6、7點了，有領個迄樹欉，紅險。叮當，家己叮當。แล้ว我早就 start 有條物件，伊就 start 破掉啊！伊講迄個伊叫咩？番那人叫 Jin 啊 ，Jin 啊。Jin 咯，伊講山巴尖，對，山尖，對，伊講伊山尖啲邊鐵土啊，如果囡仔人賣趕過去，賣趕。哦。伊講伊啲樹欉安尼款會記咯。伊坐了頂邊安尼款搖，แล้ว有誒佇迄邊舞就對啦，毋知啦。了伊敢若大聲罵，伊講錢你會使罵，啥事伊講故意自殺咧，你袂使亂罵。哦，你咪是未，你咪是毋知，亂咗知是錢嘅是鬼，咪是袂使亂罵咯。不過我早無管嘅，伊就錯嘅啊，伊錯啊，真好笑對啊，伊安怎，當然都好笑啊。伊錯，伊罵人真好料誒，事故連誒，我事故啊呢，你講是？係。哦。有意思誒，還是？咩破病地命路幫時，你卡骨大細機，你即種小死人鬼，愛死就車10個，愛呆時就放假吼，嚇，愛出山誒時就吹無咯，愛死誒時就你事故過去學狗搏啊！這是可笑啊！這是可笑。伊罵，學你啊！嚇，伊罵㗎真好料，了我伊真係搞罵人誒，我唔知伊到學誒，伊真係搞罵人誒。OK，out topic 啊！這裡寫落嚟，你寫落嚟，這個上下我用 typical Asian mothers 哦，叫我用吹物件，我用吹無嘛，伊人甲講。我啥事吹到嘅時，你就知死了。咁。對哦，就你甲我吹啲豆油呢？豆油就啲成都倒一邊搞，我講吹無，伊講我吹到嘅時，你就知死啊。然後我係做做咩哦？你目睭是咩事？你目睭綁目睭布，阿公看阿姑，榴蓮看到針布啊，吹本吹無。哎呦 ，My God！ 這個 precious， 把這樣落一集嗬，你去想看你做啊罵人嘅物件事故啦，做事，我講只知道，我講咪做事故嘅呢，我講做事故啊嘛，唔是咩？只 topic，人唔只講佢，人只 suggest 只知道啊 ，because 人家都唔是話叫你睇你爸爸先生嚟做嚟講嘛，對。唔是事故啦，呢是咩？冇啦，只 episode 捌講過啊，喂，對，啊，童謠嘅叫咩？哦，係你有 because 要出車，係你爸爸先生要出車，成日講你。特別我是講成日講你就係你爸父嘅 auntie 啊，對，銀行講佢哋物件，我是想這一人會叫我講要做一 episode，因為咧，咱哋成日講 register 起來，你看啊，咱會記錄起來，特別我做嘅時候唔使講。
有人來講，無人來講，看做係無人來講，是咪是聊連？真係是讓有嘅愛呢嗬，讓小笨笨啊，讓做嘅 episode 是讓起來講，咩人嘅會使，還是趣味嘅講嘅邊會使？我就看外龍媽子啊，咪落落電話起來，就哦。電話嘅落起來，所以就不只是愛講嘅事咪是有咯，成日定只是攞嚟記，邊人學嘅有一個嘛，然後我幫人聽者啊，邊人學嘅電杯話真好用，煮飯起來個香個香，個會使做那是剛剛食起來個袂笨蛋。我會講嘅哦，我咪是有機會講咯。你講呢？你在做生 game 啊？你在做生 game 啊？啊，等陣 rice cooker，等陣我按照一聲嚟四聲。哎呦，哈 ，anyhow，so 你別睇嘢，隨生 game 啊，就生 game 攏是請起來就生 game 啊，嚟起來講，攏我來去，唔是來去幾幾廿句啊咩？係嘛？帶領大咩？你做爸爸做爸爸，咩？你寫諗怕你可能而家寫出來是跟佢攞粒呢，就係寫諗怕出來呢。哎呦，撲街啊！哎呦，哎冇大行起來整我，哎冇大行就冇嚟 YouTube 啊，冇大行。哎南西嚟啊喎，南西 ，hello， hello 冇大行，歡迎。因為我做工啱啱對厝嘅，啊！你或者你何時因為起來啦？咱講內當逼個嘛。超過了。我嘅點了，就幾個當劍啊！我大一了，穿了。啱我睇了面窗嘅位哦。嚇！我聽。這裡嚇，你講咩？咱嘅車咧做馬虎嘅，嚇你講。做馬虎人啲嗬。係咯，咱有請過伊來。冇看到伊啊喎，真係有見過佢喎。哦 ，maybe low profile 等於。哎呀，講到 low profile，哎呦，我係計歡喜啊！睇講是啦嘛，即係 concert 了耶。啊，是，我會記，我得你嘅嘛，我會記。哎呦，我哋冇聽講那古人馬哥，我計未打閒呢。Anyway, okay, so 來講白話地先。Then 我搭航路幾個數？我冇幾個數。你當做工做呢？阿妹應該就係幾個數啊嘛。我冇應啊，幾本唔係講話。冇英國即係咁成啱啱咩？呢邊未感覺音味哦，我去過呢邊去 concert 過啊。呢邊嘅會冇音味，我感覺。冇音咩？有應該有音啊。有音啊！冇得行。我去伊 concert hall 下面是冇感覺 ，really 感覺到下面物件啦。冇啊，我唔知啊，我因為得到我有啲是有人嘅，特別我有聽過我嘅公司人直直講啦，成個是若是講你大你 office 上話來講吼，你會成個有。like 迄邊有一個人嘅知無 ？like 伊迄個 figure 吼，伊永遠都迄個公司人講落暗暝，可能伊人有幾個人看過啊，毋知啊。我是無啦，我是無安款嘅 end 咯。哦，你是捌經驗過啊？問香港。無經驗過，我都真少，有時無用嘅時就無啥物物件嘛。特別我聽過有人講啦，講公司，就是講上個阿妹啊，有人做工愛OT 換來講吼，伊人會直直聽到看到有影啊啥物啊，我是無拄過啦。你毋捌經驗過啊 ？I think 我無啦，還是我無 interpret as 鬼係是安怎啦，我就感覺到我。目睭淡薄花爾嘛，有時我家己嘅問題，我唔係偌是有幾個問題。哎呀，特別是有人都無用是穿是都無點聲去插嘢。比如我看是上個，唔知我會記啊！你台灣水檳榔嘅人直直講古早後尾後代有幾所台灣水檳榔最 special 物件，伊就是有迄個sign，講你袂使插香嘅。哦，
因為古早有幾正古早嘅事啦，人講可能有垃圾物件，所以人都去表演嘅時候，人去拜人講先，拜所以一個歌，人當見阿平你話是邊啊？後尾有使講袂使拜人開物件。哦，大媽就是叫我啊，大媽就是叫我，就是叫阿John啊，阿達啊，John叫啊。我是大媽有叫。你是住哦，咁好驚啊！哈哈哈。John 啊，last month 還是 last 2 months 啊？我未記住啦，有人 share 講你做工廠嘅啊，了伊工廠唔知安怎了，伊個。我知，哈，對來講，真緊張嘛。伊講伊會 continue 講落去，講下面伊工廠會佇隔壁迄個坑誒，唔知啥物。哈，伊一幫伊想就互人過得，互人 rest 嘅時候，人先撲病時去困嘅幫。哈，了無對來講嘅哦。伊無講了咩？無講了，伊講伊 continue 對來講八股嘛。哦，叫名就秋尾本來我無咩記名。即我把你個幫咧嘛，我即 recently 個安哥來嘛，安哥叫安哥來嘛，哈。緊張咯，佢哋。係咧，所以伊有八度啊，我未叫喎 ，because 我落會整啊。因為伊講了，伊個迄個嘛了，有講去伊隔壁嘅 building 嘛了，人講下面做工做到時候換下面了，會聽到伊隔壁嘅迄個building 本身聲，伊迄個 building actually 是空嘅嘛。哦。然後伊喺你八刀對嚟講。嚇你名其他攞小氣哦，我想別氣哦，我伊隻手尾咩？但我去吹就我會記。這是。因為伊嚟講啊。哈，因為伊聽阮，哇，計會刺激咧伊咧。伊個講伊去幫助嘛，咱就問人殺伊，你可能知啊嘛，係哦。哈，迄個對。哈。OK， 等我想下，伊是咩啊？咩？伊名只趣味嘅，小袂記啊！我從來找到啲 episode 咯 ，because 我無個 recently 我無個看到，我是4月落還是5月落嘅啊？迄是5月是落嘅。我找我無個幫呢，就OK 我去找看 ，then 呢個我幾件唔是，我而家我只 list 看一名嘅。是喎，吹唔掉，這我吹唔掉。你邊是6月嚇，今日是幾月？今日是7月。8月19號，20號了。你邊是6月是我落嘅，頂。6月嘅時幾個告訴唔是喎，當佢是7月啊未？7月啊。7月19，今日就7月20號。OK。飛機咪見我講死 OK，等陣嗰個住會講幾個告訴個南西都掉南西有線麥啊，有啲線麥啊，上個水啊，特別我冇未聽到我家己，特別個個南部個你個開一冚啫，我冇個，我冇未聽到我家己哦。無啥點解要大聲？哦，聽到我大聲就會啦。你headphones 冇咩？你 headphones 係不是換線嘅，本來去學以前。哦，你 headphone 插只下邊嘅時冇咩較大聲。你 headphones 係你轉嘅，你轉架幾大聲嚇？我聽到人就大聲，特別我家己講嘅時候，我聽到我家己嘅大聲。你麥開較大聲個？麥冇啦，已經 maximum 嘛㗎啦。哦，麥已經 max 咗嘅，所以。你看咯 ，OK， 你就會俾線嚟 mixer 啦，I think 就會俾線 mixer。做記性啊，做記一程照表都做記事。大媽都聽咩？大媽我做嘅程照表時都聽咩？做咩程照表我冇聽啊。我講照表。做記程照表。冇頭媽我講對佢掛呢啲會較好嘅嘛，冇我講要講接過掉你。Oh my！ OK， 等陣，Lu 幾個 report 咯？
佢就有幾個 report 咯。冇，問題有代表別記咗咯。別記你講，我叫別人講先，你想對嘅時間講。我完全別記啊。你想對嘅時間講，我當我是會到短期，但係阿達個就告訴我，阿達嚟你就會講佢。continue。So 講咗about佢哋佢哋學到在有你看嘛。你問題是我自己冇查嘅，你特別有一道是我看到真正香嘅。伊吼 ，OK， 你知嗎？我校長你看嘛，伊厝，所以你看到一間厝，伊有3個門嘅，你看到嗎？你明白哦？because 伊是迄種 townhouse 嚟嘛，所以伊是樓頂一樓，了中間一樓，了下骹嘛，了所以伊一個，伊成日你看到一間厝，伊3個門嘅，所以一個是去下骹，一個去樓頂，一個去中間嘅。anyway。就是 one of 這個 house 啊，伊做 renovation， 伊是隨著講我嘅厝嘅下骹嘅厝，所以伊嘅門是到底far left 嘅咯，伊都漂亮的 building 我啦，伊是 far left 嘅，the furthest left 嘅，所以伊做 renovation，然後伊鋪 cement 啊，伊塗骹。伊頭前嘅 porch 頭殼啦，伊鋪 cement， 然後樣嘛鋪 cement 樣圍起來咯，樣嘢係你 cone 啊，然後係佢哋鐵啊，呢種紅白嘅線來炸掉咯，然後我每次安尼看到做工暗暝然後對來嘛，做暗暝對來嗰陣時，然後就行去，我個看到伊樣做佢哋塗殼子兩款，然後過後時我行我北來車了行過去嗰時，看到有兩款是，然後無就點吼，無啲，佢哋有一條，伊佢哋你看我你買你吹，有一條伊佢哋線吼，就是安尼款就是一個孔甲一個孔安尼款條嘅，然後你看到吼。上加下面呢個，上加下一個人啊，行咗喺山，嚟咻安尼看咗。哈，伊是安尼咻。對。所以家己伊毋是風吹叮當。係你去咩事？我對內是 confirm 無風無下面。我看安尼大風咩？我看樹長過呢個。我看樹長過。無風喎。因為係咪入到 individual 到？我有淡薄，了我說我看伊有淡薄刺激，但係佢有淡薄真奇怪呢，嗰種看了迄啲物件嗰種，然後我只看了時，我行near來時啊，一停起了，伊實無叮當去，伊無叮當去，了過後時我就無嘢啊，那麼 OK 咯，我嘛行到轉去我門邊，然後我行到轉去我覺得影到轉看。伊個在搖過，第一我佢就知我度淡薄驚啦。如果他咪知道，伊搖咧，伊停去啊，停去後咧，我走，伊個在搖就對個呢個，明就死哦，明就死，一個無風無面咯，我根本無。伊上尾後你再講伊大合併嘅呢？對，伊成日掉地條，我再講伊大合併，了我就無插伊咯，我 just 行厝咧，可能咯。對，了我這樣子即係。拜間好驚，拜拜。不知個講句個 OK。那是你係咪消息鳥消息？佢都係 report 講。Then 了then 冇 then 你講。係咪數？了OK。了佢外口嘅時，我即幫我外口，我爸伊去成一個 shed 安尼款啊，到往厝嘅頭前邊前安尼款啊，來擺伊嘅摩托啊，了下伊嘅架撐啊物件了，伊物件啦，叮叮當當嘅物件了啦，伊係燒一直燒物件，你下你一個 shed 咧下落嚟，了嗬，伊 because 伊下呢隻物件嘛，了個有 garden 啊，個有 vase 啊，迄種嘅物件個了。
然後所伊去 set up 伊去買啊，係你迄種 motion detector 會來啊，嚇，然後即幫我哋注意到啊，係 motion detector 來，我有 testing 過嗰個，我陣間注意到，下面就係來會開到都無物件徛了，無物件開到，無啥物件，我想講，伊安尼 sensitive 啊，我安尼開，伊本會 detect 到，you know，我想我是安尼看嗰個，然後我觀察到，然後特別我突然就注意到，裏邊來安尼先，我突然就注意到，講，伊當時伊喺咧開啊，佢有開，一個有冚，來看嗰個，伊無特別嗰個，even though 我徛安尼開嗰個，然後當時我講。有事無了，可能伊火無開嘛，伊火無開嘅時，然後就想 try 看去 testing 看去徛看，伊是毋是會未開無？伊是毋是歹啊？就 just test 看out，伊歹無？伊迄個 emotion detector，我驚伊會開喎，伊會開喎。That means emotion detector 無歹啦，伊是sense就毋知係咪物件無看到啊。哇，嫌伊就是安尼款咯。我特別我除咗隻 camera 時，我特別就驚講 emotion sensor sense 就物件冇咧，so far 冇。對，然後個 another thing 是，我會懷疑安尼可能是係咩事 ，because 我會爸個常常啊，伊有擺下啲好兄弟叫做。哦，學曬好兄弟。伊有下鄉，到底喺啲 garden 迄邊。唔係我國口嚇compound有。對。伊毋是compound啊，伊是算做 ，OK， 我當然係講厝啦，你攞出去哦，伊都是嘅，像 small 嘅 lane 啊，車會過嘅，你看呢個，然後即伊都一個像講 garden area，which is where 伊去空地 ，which is 草嘅，然後所以that's why 我把 build 下啲 shed on 咯，然後即伊都是過去都是大路了，你看，the main road 你看，是咯。So 呀，這裡我厝嘅即怪怪嘅物件，安尼看咯。你當然你講你這間其實上一間講你小妹看到物件係上一間厝啊？呀，我就是我。你當然當金你房間啊？對，我這房間然後我你講我想到了，有一道嘅事，我sister 養嗰啲部啲，養去我未記得是去吉隆坡是去吉路啦。然後全部這兩道厝呢，教我教佢了。然後我迄陣時我記過，嗰時成日講New 即係 Chinese New Year，初三初四安尼款，然後暗暝了都困了嘛，所以都困了。困了時我，然後方便殺雞嗬。我想講我旁邊嗰個，我成日講旁邊踢到講上加呢種人多啲拍 basketball 嘅時候，哦 ，dribble 嘅 basketball 嘅對，啪，你講呢個，然後我身邊人講，其實你會感覺到感覺過有成日講你。到底旁邊了，或是你幫你物件了，愛請起來，安尼看呢個意思啊？真係哦。半困半請時。都愛請了，安尼看意思啊。because of 係你朋友係物件，你愛請起來，安尼看啊。所以我迄陣時 experience 安尼看呢個，然後我就是講我睇完佢聽，然後我成日講成日愛請去安尼看，然後無條無底啦，我踢到嗬，我會係你。門啊，我門是一種 doorknob 嚟嘛，一種鐵嘅 doorknob 轉開嚟嘛，一種嘅。嗰啲啊，陣間嚇有人啊，掠下你 doorknob 啊，一 check 嗰隻 doorknob。有拍機嘛？係喲。我個人掉起來嗰陣噃，我個人企起來嗰陣，劈起來嗰陣，然後我就我是旁邊呢，我是即係聽到，然後我想者嗰個，我想者。真是聽到安尼看，然後我想，然後你啪聲，然後我就想講，actually 吼，你啪聲，像係面上，像個人拍壁嘅聲安尼看。
嚇，你我都好困倦啊，你阿毛會變，條我頭都是變嚟嗰種，你就是掛口就是掛去多，你看到嗰種。嚇，所以以前一個人啊，行過話 walking towards 我嘅 room 啊，你看啊，一行嚟，我啪，你頭家你每日，我看到咗。嚇，然後我嗰陣時有淡薄驚咯，如果我家己一個人嘛。然後想，我 enjoy，我淡薄驚。我想，哎呦，我別使嚟看。但係我驚我真係唔知係咪發生咗，我驚係身邊嘅發生啊，看到咗嚇。然後我就剛剛擺起來者，然後開下門起來，然後就跨個口冇，然後等陣時我好彩嗬，我練功夫啊，所以嗬我有收到我係喺度劍下面嘅咧，你睇嚇。然後我一個劍啊，然後就跳嗰啲劍出來啊，你看到冇？成個愛笑話，然後跳嗰啲劍出來，嚇，跳嗰啲劍出來，了休者，嚇，然後休者，然後我講冇安尼驚了 ，OK， 然後我燒嗰啲劍就對，然後把攞嗰啲劍呢，我掉到我嘅妹阿妹嗰邊。哦。你劍乜你在成個人講你馬大昂布啊咪，我頭先就講就是鹹咯，鹹呢意思我聽人講啦，我唔是 professional 啊，特別我是聽人講。actually 我這裡聽我練功夫嘅，伊人係你老一輩嘅，有時伊人練功夫時就是伊人有甲我講過嘅，伊人講啊，你劍啦，if 但是講你有開目過嘅啦，that means 有磨過嘅啊。可以嚟，迄種一定刮死人，迄種嘢，迄種嘢真正有效，迄種有殺氣，殺氣，對，有殺氣。所以話，迄種練功夫人啊，演出個燒你劍下面，你看啊，了做。你住講拍功夫，是唔是你講啊？住講啊，你講嘅對，你講嘅拍功就是 somebody late 嚟叫，人表演拍功夫是 late，呢是一步去擺掉，呢是啲拍功夫嘅表演是掉刮掉，是住講嘅嚇。是唔是你啊？住啊！我哋都，是有冇辦過咧？我係叫聽到即係人。我實是辦啊！辦過你一餅落餅。你我哋都嚇掉。我哋會話嘛？我哋都係試下就大聲嘅。冇，是唔是抱來抱去講嘅？哦，對，抱來抱去講嘅對，我未辦過，未辦過。對，抱來抱去講嘅對，抱來抱去講嘅，我哋真係，一定要大聲啊！我哋都嘅，伊唔是扮起嘅，伊是嚟。你就真驚老細。我本條車架查車頭，因為往前就要款，往前要款的數，做一個步嘛。你看啊，你我講故事慢慢講嘛，因為你冇，你講下OK， 但係我就未講，對，我講殺氣，你鹹係。我講咩抄話鹹啊，即是我自己想啦。意思你叫人做咩事人講，你看到物件是你咩抄話，特別當咪寫字淡薄，淡薄就是講，第個講有當時那是知嘅使咩，特別往時貴，往時你咩嚟得路唔知。特別冇人加事嘅，即係文字。意思按照只鹹呢，就是對人講平時 everyday，就是講你成日有 presence 加 confidence 就係。所以你那是拿鏡咧，哎呦要叫呢，一頓拿來 attack 你。你鹹咧，那是講你在你罵人臭話是，罵人你罵你鬼什麼你粗臭話是啊，你無成講驚是粗臭話，一直咱只我是當人話 Mandarin 是叫做裝蛋嘅。你是假，你本計錯啫，所以一變做成啊有打起，所以你變做咩臭話就是人看你怕你成日講成個只歹勢，你是咩出臭話，你咩臭話你都俾成個
就被燒隻咧鹹啊，你會燥出來炒話，所以喺你時候你鹹咯，所以你時候你會加起來先有鹹咯，你免燥炒話，本你嘢咧是 master up 你嘢咧 energy 嚟看起來，所以燥炒話 technique 就是嚟看拍功夫滿上。對，你做 basically actually 古早嘅時啊，我有拄過一個白帽就，伊人唔知安怎去找着我。แล้วยัง講ลูก拍功夫嘅吼，ลู會曉教功夫，你會教囡仔吼，我囝捌你甲6、7歲爾，你看到個，我講6、7歲 OK 啊，會啊，冇問題啊，了，我等下時，我介 surprise 呢，伊一頭甲伊 honestly，安尼甲我講個，伊甲我講係咪做個，伊甲我講，哦，因為我囝練功夫，因為吼，我人有去。玫瑰線嗰陣，因為我隻囝嚇，伊嚇弟弟伊看到物件嘅。哦，所以唔係我嗰時我講咗，有我講我哋可能，你講係你師傅嘅，講我叫我啲囝去練功夫係咪？嚇，你講會使嘅都係我是會使教。會使多人我哋教咯，你看到教伊功夫咁樣，特別for short term 嘢咯 ，unfortunately，你冇聽你嗰嘢看到邊嘅？冇啦，冇去每本啦，冇愛去每啦，you know，有時見下驚啊，真係。冇你去嘅 parents 講，你去嚟邊啲學人講。嗰陣時我20幾歲呢，十幾年啊，應該你見到本大漢呢，唔知是 college 有時。未必聽到係起來同人講。唔知啦。OK， 等咱講個一邊先講啦，咱你季節那是咱個再無成講啊嗬，老混正嘅幾個數，佢就係講過了啊，咱那是不知有真攞到嘅，哦對。我記一人，這句冇啲啊，哦對啊，這啲冇啲，阿龍少啲困個，伊做困幾日？阿龍間搞差 first topic 呀，了就走去困了，伊個冚開掉一件。我個想要困嚟播啦，但我看起來是愛困咧。OK， 感謝大家，若是講攏有幾個數嘅攏知啊，邊咧學見，若是攏拄到幾個什麼頭仔是笑掉，攏咪攏驚就笑掉下個季節錄音。所以攏都無人驚，然後會記錄起來個啦，會記錄起來，伊係咪物件你想起來 detail 個啦，講起來互人聽，所以我人巴刀時，我人個會到這邊嘅位個攏講到你幾個數互人聽嘛。感謝。我係是，我叫我哋都講話。好在飛機，來感謝人嘅支持者，邊嚟學見嘅supporter 啫，來咱看者先，來其實咱5個月是有白鳥，即係看一名就會出來就是有 subscription 咧，白鳥啦，的確阿 boy 啦，阿丹 AB 大 KB 白青 VKS 古靈子，小我拍唔掉，即唔是 ruling。Itu auto correct is Juling มันโดนรูลิงนะ Juling แล้วก็หลักก็สิแปะเหนียวละแต่ก็บอยละแล้วก็ชิดก็สิแปะเหนียวแต่ก็บอย subscription แล้วก็เซฮันเน่ก็เตะนะก็กาลิบับแต่มาข้าจ้าสิจ้าก็เลยไปกูจะลองเทเดียวเหรอ計字感謝個見到下都是拿打掉嘅，所以人講幾個數字，或者俾下我時咧對曬嚟訂，是到下條我是唔知嘅事。感謝大家，感謝攞嘅支持，若是講攞嘅支持邊啲學見咧，攞攞嚟辦學咯。頭一個就是去邊啲學見嚟幫嘢為這邊嘅就 support 嚟學了嚇，定去訂 support 啊冇，較好嘅就是誒，你去買當邊啲學見就是冇談嘅老師講，即係是第人嘅呢時間，我即係用到咗即係他做去啲上個係新加坡啦，新加坡嘅嗰啲爸爸，伊是啲當時138塊啦，特別以後我300塊比幾名下，你就是啲，但係你都係 support 正邊啲學嘅，在下面啲人咧，冇到時間好就是，若是讓嚟支持邊啲學嘅，去邊啲學嘅.com/自習。
邊啲學嘅.com/是集嘅位咧，你就係買單了，買單就俾你看，買單是參望勞作3日做勞作，แล้วเรา係ดู啊，嗱是跟學驚來啊，個都包來啊，咁我話嘅朋友啊，成個保險店啊，到 Canada 啊，來啊392啊，南西買單就 ，OK， 所以攞嚟嚟，攞嚟嚟支持邊啲學見，感謝大家，俾這禮拜講嘅一邊先啊哈，下禮拜下個月節那是有幾個數嘅事，讓佢對嚟教人講，希望讓這個月節有少賺個數。意思就是講，希望攞嚟少賺個數嘅，還是攞少賺個數咧，對曬嚟正講講。OK，感謝下禮拜今日再見佢，拜。頂一禮拜無看 episode，到這邊為訂，然後這邊一看訂啊，你邊個學嘅 logo 訂啊是訂看訂聽 subscribe， 然後訂下就正啊是往下條錄音是佢通知你，感謝大家，拜。